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月1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12节，士师记第4章第1节到16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10节到1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生命。伫历史会甲倒来看人类有侪的问题。拢是共款，亲像迄个海参叢共款，一个有可能无够好势，有当时佮着超过。咱伫历史的中间叫做历史的参叢，人总是会犯过去捌犯过的错误。虽然看起来时间已经过去，但是继续向前来进步，但是生命嘛应该有改变啊。可是呢，人伫迄个历史中间，总是会一再第个重演啦吼。伫士师记第4章第1节到第16节的记载，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一再伫迄个犯错的中间啦，伫迄犯罪的中间来得罪上帝。咱看见经文讲，耶和华死了后，以色列人佮做上主看做歹的代志。上主将因交互统治哈瑟的迦南王亚宾，伊的元帅是西西拉，住伫哈罗瑟。哈哥因亚宾王有铁的战车900台，伊残忍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哀求上主来解救。迄时有一个女先知底波拉，就是列比多的某，做以色列的士师。伊住伫以法莲的山区。拉玛甲伯特利的中间，底波拉的樟树骹，以色列人拢去遐来听伊的判决。底波拉派人去找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叫做阿比拿暗的囝巴拉来，对伊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减无命令你着带拿弗他利人甲西布伦人10000，甲你做伙去塔北山。我要互亚宾的元帅西西拉甲伊的战车、伊的全军来到伫基顿河底遐。我要将因交伫你的手中。巴拉甲伊讲：你若甲我做伙去，我就要去；你若我就毋去。伊讲：我一定会甲你做伙去。毋过你即边出征袂互你得到阳光，因为上主要将西西拉交伫一个妇人人的手。底波拉就甲巴拉做伙去基底斯。巴拉调集西布伦人甲拿弗他利人，到伫基底斯对伊去的时阵有10000人。底波拉嘛甲伊做伙去。迄时，摩西的丈夫何巴的后代基尼人希伯离开其他的基尼人，来到伫基底斯附近的撒那因上树大布棚伫遐。有人甲西西拉讲，阿比拉暗的囝巴拉已经上去塔北山。西西拉就调集伊隆重的铁的战车900台，甲全军对哈罗瑟、哈哥因来到伫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讲：进讲，今日上主将西西拉交伫你的手啦。上主伫你的头前在带你。巴拉就对塔北山落来，对伊的人有10000人。上主互西西拉以及伊所有的战车甲军队受到巴拉的攻击，纷然四散。西西拉落车，起骹逃走，
巴拉队入遐诶战车甲军队，到伫夏罗塞、哈戈因，西西拉诶全军拢受着杀死，无留甲半个。苏斯基记载着以色列诶背景，伊在伫咧远离上帝、敬拜偶像以及得罪上帝诶代志中间呢，重复咧犯罪来行死亡。咱看着先知祭司底波拉呼召帮赞，受呼召帮赞即个以色列诶巴拉，但是咱却看到即个巴拉是一个真软弱诶领导者伊无有新诶性命但是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互世间人成做迄个救赎。咱看见这是要互遐个愿意相信的人通得到永生啦来高升因，互因会通得到新的生命。以后所说第4章第10节到17节又甲安尼讲着，安尼讲落迄位的就是高升到正天上的顶面来充满万有，迄位是同一个。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甲教导的。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的子民，通做侍奉的工作，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咱拢通对上帝的子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捌来中大成人，达到伫基督完全的程度。安尼，咱就无去做囡仔，互欺骗者编造出所有错误的学说，拖咧行，飘来飘去。咱反倒当着用疼心来讲真实，伫逐方面用做头的基督来做目标来成长。对于身体的逐筋节，拢互相连接，来相支持，逐个机体发挥应该有的功效，互规个身躯来中大，互用疼来建立起来。所以我奉主的名考劝恁，毋通继续亲像外邦人安尼来生活。基督徒的信仰生命必须爱对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有一个一致的信仰甲认识，咱才会当长大的成熟啦建立基督身体的教会。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甲咱讲，咱真实的就是有人伫基督的内面，伊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拢过去啊，一切拢变成做是新的。诗篇106篇第1节到12节，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啥人会晓讲起上帝的大权能？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所有依护公平、不时实践公义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啊，你恩待你的子民的时，求你会记得我；你拯救因的时，求你眷顾我；求你互我看见你选民的兴旺，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甲你的子民做伙来夸耀。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阮偏离正路做歹。阮的祖先伫埃及无明白你所做的奇事。袂记得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当伫红海背叛你。毋过主，因为你的逐方面的缘故，解救因要显明你的大权能。伊一个临红海，海就化红海，海就打起。伊带因经过海深的所在，各地经过的大地。伊救因脱离怨恨因的人的手，对敌的手来解救因，因的对敌拢互水淹死，连一个也无留地。迄阵因才信伊的话，才唱歌称赞伊。
愿阮拢立志接受主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求主伊帮助阮来领受着救恩，得到迄个新的生命。基督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求，阿门。